国政府鼓励退伍军人在东突厥斯坦扎根。据报道，在东突厥斯坦退役的汉人被鼓励留在该地区就业。据突厥斯坦通讯社报道，为了鼓励退役人员休留在东突厥斯坦，中国当局共设立了1294个宣传中心。相反，所有东突厥斯坦人，包括学者、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和艺术界，都被当局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和分离主义者，并遭到大规模的任意拘留。中国声称他们是没有受过教育和无技能的人，并在教育培训中心名义下建立集中营，试图消除维吾尔文化，进行种族灭绝。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文化、生活方式、语言和音乐。世界著名音乐家布尼亚明·阿克苏古说，当他在一个节目中回答有关音乐文化的问题时说：“我们有独特的音乐历史和文化。有人说我们接受拜占庭姆卡姆，但与拜占庭无关的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也有12姆卡姆。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也有各种姆卡姆。这些姆卡姆一直在我们的音乐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对印度试图改变可什米尔和查谟的自治特权提出批评。此前，印度试图取消印孔可什米尔和查谟的高度自治权，这涉及中印边界有争议的拉达克地区。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近日印方以单方面修订国内法律的形式，继续损害中方的领土主权，这一做法不可接受，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近期在可什米尔地区多次交火，印度向该地区增派准军事部队。地区情势趋于紧张。印度政府8月5日宣布取消查谟和可什米尔邦的自治特权。美国执法人员7日突击搜查密西西比州的7家家禽加工厂，逮捕约680名非法移民。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执法官员7日突击搜查密西西比州的7家家禽加工厂，逮捕约680名非法移民。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该地区的刑事调查框架内进行了多方面的控制措施，该行动的细节未与公众分享。有人批评特朗普不断使用对移民的羞辱性言论，增加了社会上的反移民。伊朗国防部长阿米尔·哈塔米警告说，以色列参与华盛顿希望在波斯湾形成的国际联盟可能会给该地区带来灾难。哈塔米说，美国是该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并补充说，美国希望以确保航行安全为借口建立的军事联盟将导致该地区进一步不安全。他还提到有关以色列将加入美国想要建立的联盟的指控，并补充说，这一举措具有挑衅性，可能会给该地区带来灾难。